来看台中有5个新众朋友去高雄佚佗，因订无障碍的房间哦，也毋过饭店却无要互因伫房间内底来充电动轮椅，因认为讲饭店是真无友善，也毋过饭店是表示讲哦，因烦恼讲房间内底一摆要充5台会有安全的问题，嘛强调讲有请专人来协助，也毋过对方是表示讲因无需要。 包括林小姐在内5名新众朋友，顶礼拜来住饭店，工作人员协助因到2楼的无障碍房间，还有另外1间双人房。几点钟了后，自行连续离开，因为认为这间饭店对身心障碍者无友善，恐惊有牵涉到侵蚀。控诉业者无互电动车伫咧走廊使用，嘛无爱互因伫咧房间帮电动辅具充电。可以协助的入住，那个叫做无障碍房间。跟法规里面定义，无障碍房间是使用者可以自主使用。 进出那种通行通畅，可以自理，完全不同的自治。林小姐讲，法令规范的无障碍房间应该互新众朋友会当行动自如，袂当伫咧房间内底充电，嘛互因等于是无法度自由进出。对我们来讲，我们考虑到的真的只有安全疑虑的问题，因为我们怕他充电的时候，万一有什么问题，那他们5位都是身障人士，跟他们讲说，我们饭店本身我们有轮椅，可以协助他们。 饭店强调绝对无对新众朋友无友善。饭店1楼的车道、车库、便所，还有新众朋友专区，无障碍房间设置几十档，嘛有备且国外的新众朋友来住，绝对符合着相关的规范。只是伫咧房间充电的问题，真正有安全的顾虑。有没有歧视？基本上听起来还不是很了解啦，因为他有提供方法啦。有没有法律规定限制非得集中或者不能在房间内他应该要举出说明。业者讲，互消费者感觉无爽快，因真抱歉。消保官只是表示已经接到申诉，有请关公局去了解。记者王刘婷、陈汉坤报道。